主后2023年1月21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上帝的怜悯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创世纪19章第1节到38节。黄昏的时，迄两个使者来到索多玛，罗得坐伫索多玛的城门口。罗得看到因，就起来迎接，趴伫涂骹，讲：我的主，请回来仆人的厝歇眠，洗骹，明仔载较早起来，才阁继续行。因讲毋免，我要踮城门口的广场过暝。罗得坚决甲因邀请，因才活转身入去伊的厝。罗得为着因准备青草，烘无夹饼，因就食。因还未去困，城内所有的索多玛人对老到少年来围罗得的厝，甲伊话讲：昏暗内恁遮的人伫倒位？叫因出来，我要甲因交合。罗得出来门外，将门关闭，去众人遐，对因讲：朋友啊，请恁莫做即款歹代志。我有2个查某囝，还是在室女，我带因出来，出在恁对待因。毋过即2个人，因是我的人客，请恁毋通对因做即款代志。遐人讲：你闪开！佮讲：你即个外族人来住阮遮，煞要做阮的审判官。当阮要害你，比害因搁较惨。因就往罗得冲去，要弄开门。毋过迄2个人甲罗得诱入去，将门关起来，搁互门外的人对大到细，目睭雾，看袂着，找无门。迄2个人对罗得讲：你伫遮还有甚物人？无论是后生查某囝、囝婿，以及城内所有的亲族，你着带因离开即个所在。我要凿灭即个城，因为控告因的声真大。上主有听到，伊找阮来凿灭即个城。罗得出去对伊的囝婿讲：恁赶紧离开遮，因为上主要凿灭即个城。伊的囝婿掠做伊是得讲笑。天光早，上主的使者催逼罗得讲：起来，赶紧带你的某甲2个查某囝出去，才免因为即个城的罪恶受凿灭。罗得中途带迄2个人，因为上主怜悯罗得，就牵伊的某甲伊2个查某囝的手，将因带出去城外。带因出去了，其中一个使者甲罗得讲：赶紧逃命，毋通回头，嘛毋通住伫平原，着走去山里，才免受消灭。罗得讲：我的主，毋通安尼。你的仆人已经对你得到恩典，你嘛对我显出极大的仁慈，救我的性命。我走袂到山里，行了还未走到遐，灾厄就临到我，我就无命。看咧，无偌远的所在有一个小城，我走会到，请互我走去迄个小所在，保全我的性命。使者对伊讲：我答应你，迄个城我袂甲伊毁灭。紧走，你还未到遐，我袂当动手，因为安尼，迄个城叫做索尼。罗得走到索尼的时，日头已经出。迄时，
上主将硫磺甲火对天顶上主遐降落伫索多玛甲蛾摩拉，将遐城规个平原、城内所有的住民以及地上生长的物拢毁灭。罗得的某伫后面，一个月头看，就变做一支炎条。阿比拉罕隔日透早起来，到伊以前徛伫上主面前的所在，往索多玛、蛾摩拉甲平原的方向看，看到迄所在火焰冲悬，亲像火炉的烟。上帝消灭平原遮个城，毁灭罗得徛起的城一时，伊带念阿比拉罕救罗得脱离死亡。罗得毋敢住伫所尼，就甲伊两个查某囝徙去山里，住伫山洞。大查某囝对小妹讲：“咱老爸老啦。”即所在阁无查甫人通照礼俗甲咱结合，咱着互老爸啉酒做，甲伊做伙困，通对伊得着囡仔。迄暝，因互因的老爸啉酒，大查某囝就入去甲伊做伙困。大查某囝啥物时去困，啥物时起来，老爸拢毋知。隔日，大查某囝甲小妹讲：“我昨暝甲老爸做伙困，今暝咱阁互伊啉酒，你通入去甲伊做伙困，安尼咱通对老爸得到好待。”迄暝，因阁互老爸啉酒，细汉查某囝入去甲老爸困，查某囝什物时去困，什物时起来，老爸嘛拢毋知。安尼，罗得两个查某囝拢对因的老爸怀孕。大个生囝甲伊号名摩押，就是现今摩押人的祖先；细嘛生囝甲伊号名便阿米，就是现今阿文人的祖先。以上，上帝的怜悯，两位天使来到索多玛，罗得一个见着因，就起来热情迎接，邀请因去伊的厝里休困。天使并无伫第一时间就讲好，可能是因为有任务在身，还是为着甲受审判的城市居民划清界线。总是罗得知影过路客留踮城里的街路真危险，坚决邀请因两人接去罗得的家。这两个人受到罗得热情款待，城里的查甫人知影，拢来包围罗得的家，要求伊交出生份人出在因糟蹋。城里的人对旅客无怀好意，甲罗得的热情款待诚做强烈的对比。罗得坚持维护人客的安全，甚至准备牺牲查某囝的情结来保全人客。伊知外地人伫遮无法度受法律的保障，若是伊的两个查某囝已经做亲情互城里的人，假使这人想要侵犯伊的查某囝，必然爱面对因的未婚夫家族。罗得检采掠做安尼相对是有保障的。总是索多玛人执意要做歹，落尾是使者出手救罗得，佮甲伊讲即个城得要受毁灭，罗得通带伊的亲人赶紧离开。这两个天使的考察团发现城里连阿比拉罕所期望的10个义人也拢无。原本天使通
免讲啥物，着执行任务。总是上主因为亚伯拉罕的缘故，怜悯罗得一家人，互因通先离开索多玛，才互天使执行毁灭城的任务。上主的怜悯甲慈爱，超越亚伯拉罕的祈求。伫执行审判的时，要留存罗得一家人的性命。总是因为代志来得真凶狂，直到查某囝因的未婚夫拢毋相信，甚至罗得也踌躇不决。最后，天使救罗得甲伊的某含两个查某囝的手离开迄个城，啊因逃往山里。罗得求天使莫互因走遐远，只要到无偌远的小镇，使者也答应因。伫罗得的踌躇中，咱阁看见上帝怜悯甲慈爱。伊虽然定义要审判，却纪念亚伯拉罕，伫审判的时彰显慈爱，甲罗得一家人，甲因带离开罪恶的城。虽像咱也常常无气力逃离罪恶，或者是讲咱依然罪恶中的生活毋甘离开，就亲像上帝的使者要甲罗得带出罪恶的城，毋过罗得落尾却选择一个离城无偌远的小镇，安尼的选择，若像也无远离罪恶的根源。诗篇103篇12节讲到，上帝互罪离开咱远远，毋过咱却往往介意住踮伫群罪的所在。伫逃离索多玛的过程，罗得的某也因为无法度完全遵守使者的命令，伊越头看，直到变做盐条，永远留点伫遐。这个拢显示人对所拥有的事物无法度完全放落，就算有上帝亲自带领，人犹原有可能行回头路。若毋是上帝的恩典甲怜悯，咱实在真好脱离对罪的依恋。以上，默想，今仔日是29暝，也是旧历年上尾一日。我通用什么方式表达家己决心远离罪恶，迎接全新的开始？今仔日是29暝，也是旧历年上尾一日。我通用什么方式代表家己决心远离罪恶，迎向全新的开始？咱来祈祷，主啊，愿我所有年日拢通全心信靠你，认捌你的公义甲慈爱，互我面对崭新的未来的时，通遵行你的公义甲慈爱。奉主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予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